教授，我这次考试只考了59分，差1分。我的每一分都不是随便给的。可是人家为了这1分，好几天都没有睡着觉。教授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这个教室是做什么实验的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教授，实验室今天不是刚打扫过吗？你叫什么？谁大清早上的？你知道这是谁的泥包吗？老婆，玩够了吗？教授不是要教人家这条公式怎么解吗？龙王说过，教授出了事能救尽量救，救不了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是李教授，他们还在里面。